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今天要上来这里之前，我就一直心里非常的忐忑不安哈。因为千错万错，真的是出于我的错。这个张婉平其实就是我介绍他要来做见证哈。也因为这刚好下礼拜要进摄影棚要去录朱哥一集一棒哈，他就是我的制作人。然后跟他闲聊，知道说她是真理堂，而且一个小女生竟然打跆拳的。她打的跆拳是那种武术型的。我们跆拳有分两种，像朱木炎是属于那种比赛型的，他是打那种武术型。武术型就是有点像那个自由搏击跟泰拳一样，任何地方都可以打，流血都没关系。结果他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刚好就他找我，就跟他聊，是真理堂的士林真理堂的姊妹，没想到他在我节目做前一个礼拜去香港中华台北队去，竟然拿了金牌回来。他说哇，很感谢主这样子。我说那要不要分享这样子，就7联络8联络到最后，因为我也刚从台中赶回来，我们那个义如姊妹跟我们一台游览车刚回来。结果我回来的时候，我就心肝草裂，就打电话给他说：“你高一位，用什么？你讲什么？”我这样来打电话，我说那主耶稣怎么办？我真的很亏欠所以千错万错，真的在这里一个跟大家来，真的是跟神认罪求弟兄姊妹在主里真的要包容我了愿意包容我的，请举手一下。我就知道我们弟兄姊妹最有爱，谢谢你们，真的是太感谢了但是我真的从心里感动了，这很莫名其妙。因为我们刚回来的时候，全部真的是台中那个天气很好，刚去月美玩了几项，那几项回来的时候，我全部脏兮兮的，我就感动，我赶快去哇，这更衣沐浴你看我今天是非常香的来见你们了来见上帝了感谢主，所以我真的有一点感动，真的跟弟兄姊妹来分享。像米浆有一些有一些我们可能都有部分有聊天过在这里跟弟兄姊妹彼此来分享一下也真的那么巧一巧刚好明天我们的林长老也要成为我们的委员我在成委员，我还害怕委员呢，你知道吗？因为我们专门怕委员呢，你知道吗？委员说这不会赛，我就开始自己错刚好做一个见证其实是这样子我是第一代基督徒。我是第一代基督徒我以前大概如果有一些人知道就开始跟人家混帮派，混到最后混到监狱里面的时候，在监狱又杀了人，哇！就开始一路上出狱之后，过了没多久之后，又进到监狱里面都是跟海洛因有关系的。那开始所谓的吸毒跟戒毒的一个生活，吸毒。每天一直打毒品很多人说打毒品的人真的是十恶不赦，这种人真的是在社会上最好把他除掉就好了啦，干嘛还留这种在干什么？但是你们看到我之后，你们要生一个怜悯之心，因为你觉得我长得还蛮不错的，请举手一下。这部分好像跟上一次的爱情就比较不太够了啦。讲真的好请放下，谢谢你们好，那我在经历的实在是经历了很多以前真的是这样子，我家里有8个兄弟姐妹有6个姐姐。我以前从来没有叫我姐姐名字的。我姐姐结婚之后，她们都很乖。我爸爸妈妈生了6个女孩子，生到我哥哥很高兴，全村庄都杀猪阮家有生一个查甫的然后全村庄的人都来吃了喜宴之后，隔了2年，我跟我哥哥是同月同日生，差1个小时出生因为民间宗教最看重那个时辰嘛。生我了之后，哇，就欢喜，你看阮家又出一个查甫的结果没想到在我哥哥年轻之后没多久，生了男孩子，并不代表就是最好的啦你看。弄到最后，我哥哥去收葬，死在台北，然后我嘞到监狱里面你看这种家庭，以前就是民间宗教这样子吸毒的人多痛苦，很痛苦。我跟你们讲多痛苦，我妈妈也没有办法，又带几个小弟，打也打不赢我，也没有办法骂我，只有我妈他们份。你们不要看我这样，我这样非常爱我爸爸妈妈。前天我妈妈生日我觉得很忙到没有办法，就赶快跟我太太说，走，跟我下去
赶快下去吃一顿饭，跟他聊1个小时，赶快再赶回来，因为真的太忙了哈，有些事情，我就很珍惜跟他们在一起的时间。以前我在打毒品，躺在窗户在那边流着眼泪。我自己也流着眼泪，你们不要看到说我好像带几个小弟，我好像在外面很风光。我跟你讲，都有感性的一面呢，我不会骗你们。真的就是毒品打下去眼睛在那边掉，我又什么又打这一针。妈妈在窗户那边说：“你再继续这样，你按那个个案小按那去，你也死啦，你无那个我啦，没有办法，毒品来了没有办法，开始戒啊，大医院也戒啊，小医院也戒啊。”大概什么农民体系的医院农民体系的医院大概从那个台中啦还有什么光田啦，一直到能戒大概都戒了，戒到最后你们有听过去以前混黑道去酒店把人家翻桌的，可能有听过，有没有听过戒毒戒到去把大医院翻桌的，有没有听过？我戒到翻桌那时候带几个小弟，以为自己很了不起，我以为自己真的那个不可一世一样。戒到最后，我跟他讲说，帮我放一些吗啡。他说：“先生，戒毒哪有在放吗啡的？”他说：“我受不了啊！你们叫我不要打海洛因，不然你也放一些吗啡，我也比较不会那么痛苦啊。”他说：“没有这样子的呢。”我说：“要还是不要？不要！啪！我去的时候，光田医院很大，护理站很大。我被偷袭，怎么偷袭？我讲说要还是不要？一句话、2句话，不要！啪！去电脑啦，一些公文架什么都把它毁了。毁了之后，你知道吗？跟医生拖拖拉拉。我只知道，真的跟电影所看到情节一样，真的把我拖打针，真的拖打针。打下去的时候，醒起来的时候，竟然4肢都被绑起来，用那个弹性绷带全部都绑在那边。我们家起来冲下去，冲下去没办法，就这种经历很多好。一直都没有办法了，开始尝试了。还有没有什么好方法？听说有一种叫做针灸，那个针灸趴下去，啪啪啪啪啪啪，好翻过来，啪啪啪啪啪啪啪。第一次笨的去，他告诉我说：“我姐姐跟我讲说去针灸，听说可以戒毒。”我说：“真的吗？”所以我就真的不吸毒真的快到差不多快受不了，去那边针灸，越针灸你知道吗？没有办法，全部身上都刺着针，又不敢乱动。他没有办法，一直忍到最后，开始三字经骂说不把我拔掉，我跟你讲，你医院你也不要开了这样子好，再把我拔掉回去没有用。后来又尝试了一个叫做什么？听说有人告诉我也是演艺界跟我讲说，催眠好像蛮好用的。我说真的吗？真的吗？说真的。去的时候看头不要看眼睛看眼睛看。你回去我们下次来谈一些什么，我自己也不知道他在跟我讲什么，都不知道。回去的时候，原本他心理作用，我还想在台中那边开车要回来的路途上，好像有效好像有效，催眠怎么那么厉害？没想到45分钟的路程的时候，那个效果就已经失效了，说药效不久，催眠药效不久，糟糕，怎么办？吸毒人真的就是这样子一直吸毒，可是一直想戒毒。后来听说有一个非常有用叫做什么你们这里没这里来了，我跟你们讲这个这要跟你们讲，这里有没有第一代基督徒，还是未信主的基督徒？有吗？有没有第一次来的？我们这里有第一次来的吗？第一次来的有受洗了吗？还没有。我当然不是在批评说民间宗教，绝对不，你不要误会了我就讲我实力。他叫我去，我要去。师父讲的拢在那坐，我坐，他就开始，来，我表演一次给你们看到，坐，我爱得开落来，红飘米酒，噗！恁阿公恁阿公较早可能是安怎恁阿祖可能较早是安怎我甲你讲恁兜什么安怎你看去捷恩遐捡什么金纸捡的迄头安尼算安尼捡小小的袂要紧啦，你转去袂要紧，我看迄倒的你看去四家迄壶摕转来你艰苦的阵就啉一场安尼就这样子嘞。好，回去了啦。
真的是这样子哈。哎，回去一次真的是那个符咒，真的是一次是100张、200张这样子的，那一次就是5万、6万块这样在花啊，傻傻的，真的是傻傻这样子哈啊，口袋有等他抓起来，没有办法，真的没有办法戒不了啊。后来怎么办呢？啊，怎么办？我一个姐姐刚好她的同学在一个基督教的戒毒机构，她跟我讲说，要不要去看看？你相不相信戒毒？哈，你看你说外面混得多好，我现在是讲我自己的糗事，这真实的，我不会骗你，我这很真实，用哭的呢，我不会骗你呢。戒毒戒到用哭用求的呢，打电话最早打电话去。我以前现在跟刘冰和牧师大家很熟了，以前不熟的时候，我对他真的是刚信主的，对他很埋怨的，我对他怨言真的是很，为什么你知道吗？我打电话去，他在抄电话给我，人家是晨曦会会使去人家戒毒的话，阮遮无床位啊你去倒一间，听讲恁遮有咧讲戒毒啊，我要来戒会使无？歹势，阮遮讲戒酒尔，无戒毒的。你这莫名其妙自己开始哭了呢，那你这可怜，这悲哀，你觉得戒毒了无使让人去啊？呢，就真的我不会骗你呢。后来又打电话到另外一个陈秀又打一通了，我就艰苦的，你帮助我戒毒好无？你知影无？我唔捌讲拜托过呢，我真的唔捌讲拜托过呢，你知道讲话还是那种调调。啊，不然你等一下啦我排一排差不多算一算，他跟我讲日期，我不知道28天好不好？吸毒人还可以28天，2天就快死掉了，还可以28天，还等什么28天？这样子跟人家吵起来呢。啊，后来我刚好我姐姐说，你要不要试试看？啊，我带你同学刚好在那个苗栗那边。啊，就这样就去戒毒了。啊，你看人有多坏，坏到连自己的亲人都我现在谈这个，我跟大姐在谈的都在笑了。怎么笑呢？他跟他同学怎么讲，你知道吗？我有一天，他的同学跟我讲说：“恁隔壁那个大姐做人很好哦。”我讲隔壁哪有大姐？阮隔壁无大姐啊。伊介绍啊，伊介绍讲你是因厝边欧里上因后生就你啊。我姐姐呢？我姐姐跟她同学说：“我是我们隔壁欧丽上的好心耶。”看以前真的多糟糕，你知道吗？就是这样子啊。结果没想到去那边的时候，个性我没有改，人都有软弱，在整个信仰过程当中，真的要愿意，真的要愿意。我从我开始一点时间给我觉得我这样讲还听得懂的，请举手。爱心不太够。谢谢，好啦，好，谢谢你们的鼓励。结果你知道吗？我去的时候开始个性开始来了去的时候，他跟我讲我这个人奇怪也很好骗。他跟我讲说，来这里戒毒那个牧师弟兄啊，他口气就这样，弟兄来这里戒毒读经祷告你就会好了啦，都不用吃药了，把你带来的药全部收起来。我说真的假的呢？古一样，很多人都在那边戒毒还在读圣经，我哪叫好啊呢？今天靠的以外鬼拢跳伊，结果到了晚上奇怪，无啥好呢，开始在错啊，怎么办？就这样子开始闹了，怎么闹？30几个人睡那个通铺30几个人睡的时候开始闹，他们就在那边唱诗歌。唱诗歌，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一首赞美主哈利路亚。如果这个杰恩来唱，绝对最厉害的赞美主哈利路亚。我都受不了啊！吸毒人哪受得了？最想安静啊，对不对？刚好教堂正好在旁边的那个寝室而已。赞美主哈利路亚，我说吵哈利路亚，吵，就这样子呢。这样子你知道吗？结果唱到最后没有效，你知道吗？我讲的是真的真事的呢。他们在那边唱歌，像做这样子那时候100多个在戒毒做这样子在戒那我爸爸妈妈那时候来的时候，那一天刚好怎么那么巧带2颗水梨那戒毒的时候又整个人受不了，你知道吗？后来我为什么那么喜欢原住民是这样的？那有个整个在讲那个故事给你们听，想听的请举手，不举手我就不讲。老放下来。结果你知道吗？我就拿那颗水梨，气到了没办法我抄，比你们没笑。他们在那边敬拜呢，我不会骗你呢。我水梨拿了就直接躺在那讲台在那边呢。奇怪，他们很厉害呢，他们也不受影响呢。他们还在那赞美主哈利路亚，一个人躺在那边拿个水梨这样，他还在赞美主哈利路亚。后悔叫我熬，
哦，敬拜的同工以后如果有这种人哦，你的头去倒不要紧，你就赶快敬拜也得啊！哦，真的，我讲的真人真事哦，啊，生命就这样子，结果到最后还是这样，真的受不了啊！开始那30几个弟兄的棉被，你知道吗？那时候真的是以为自己很了不起，你知道吗？30几件的棉被啊，睡通铺，全部都把人家丢到外面去。那牧师来说。弟兄啊，你这样子，我戒毒所怎么做都不用开了。我告诉你个公啊，你好谁？牧师赶快跑出去门把我关起来。就是这样，真的那故事一大堆。以前那时候也不知道那个抓狂起来，你知道吗？拿个棉被，以前我真的听不懂什么叫姊妹哦，所以那个，我们今天第一次来的那个姊妹，一定可能嘛听不啦。第一次来的同学，第一次来的嘛哈，没有信过耶稣嘛哈。哦，我跟你讲，姊妹就是女孩子的意思啦。你不要笑，真的，我听不懂哦，因为我那时候受不了了，你知道吗？我就真的受不了，那个戒毒所真的蛮大的，我就拿了一张棉被，拿起来就像小精灵一样，啊！你不让我出去，我这个就走到另外一边女生宿舍。啊，那个小孩子这样说，他冲到姊妹的寝室赶快，我就急了，我嘛唔知什么叫姊妹，我哪知我就奇怪，就莫名其妙给你们行去啊呢？啊，小精灵啊，棉被倒着盖起来这样子，哦，这里是，你看就这样子哈。后来呢，在什么情况之下？后来真的受不了，没办法啊，那时候全部都没有办法，开始要跑啊，对不对？啊，跑你知道吗？跑下去的时候，那时候有个布农族。我这次八八水灾，他刚好在那个什么桃园乡的那边嘛哈。我原本我们有去做志工，我带我们小朋友去做志工，我一直在查他的名字，就查不到。后来我看到了他的名字，好像没有怎样子，可是找不到。为什么呢？喜欢去的时候很壮，布农族的很壮。啊，然后呢，我每次跑出去的时候，他就把我硬拉。你知道吸毒人没办法跑多远啊？我不会骗你。他说跑个那个500公尺里的，哎，就给你插，弟兄，我们回去吧。我说好了，回去。就镜头也还说，我要跑了。弟兄，我们回去吧。好了，回去。没有办法这些呢。后来我就很感动，你知道吗？后来我改变完毕的时候，我一些衣服全部送给他，我觉得很感动。那么怎么有那么好的人这样子哈？好，吸毒又有个问题，不是这样子而已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看过电影？好像看吸毒，好像就哇，飘飘欲仙，好像吸毒很好。我不会骗你，不要被那些电影的东西给迷惑住了。第一次吸毒。你可能很好奇，第二次吸毒，一吸毒习惯了之后，我跟你讲，没有毒品就不是正常人了。我不会骗你，啊，吸毒下去才变成正常人，真的是这样子，千真万确，我活生生的例子在这里。啊，后来你知道吗？又产生一个问题，叫做幻听幻觉。开始啊，以前在监狱两趟，我那时候要当文书。啊，你们在里面，我不会骗你。我以前在监狱的时候，我不会骗你们。我几乎每个星期，像这种冷的天气几乎每个星期我们都吃砂锅鱼头，吃很好。这监狱真的是现在跟以前差很多了。啊，在那种过程当中没有办法戒。好，开始了哦。在里面没有什么事情做开始看了很多书。我在里面真的看了很多书，但是看的都不是很好了，不能说不是很好，就是一些比较通俗的。我一定放三本书：第一，武侠小说、爱情小说，不然就放一本什么佛经。我跟你讲真的哦，我家里有小朋友，我家里还有那个佛光山颁的佛学会考满分的张金义居士证哦。我除了歌舞，我你看我读的真好了，觉得我头脑不错的请举手。爱情不太够。讲真的，要是你的许书伟没有举手，好，谢谢你。好，你看在这种情况之下，真的是我每天都是这样子啊，有空就这样子咯。真的，我不会骗你哦。可是我跟你讲，后来开始糟糕了，吸毒的幻听幻觉了。我那时在戒毒的时候，开始一些封神榜的人物开始跟我讲话了，惨啊！我跟你讲，你们不要笑，我跟你讲，很痛苦。我不会骗你，这里有没有当兵的？这里有没有在当兵的？没有了哈。有当兵回来的吗？有吗？刚刚去我跟你讲啦，福利挺深哦。你做了累了时，我跟你讲累的时候，试下
啊，你在体能在操的时候累的时候，可能我都今天我都得了一样，换天换地真的很辛苦，真的很辛苦。你要停止，停不了。尤其跟你恭维，你还要跟他讲说，你不要再讲了好不好？我就是要讲，我拜托你不要讲了好不好？我就是要讲，那个受不了，换天换地真的很辛苦，这就是这样子过生活。后来你知道吗？开始我之前好像讲过，开始换天换地，开始说我是超人啊。其实我长得还蛮像超人的吼，真的啦吼，有像，认为有像的请举手，谢谢你们捧场。好，那后来你知道吗？开始跟我讲一些说看不到，现在开始你们看不到我，你现在出去所有人都看不到你，看不到你。我说还得了？那我如果这样子，我去银行晚上去银行还得了？我钱就搬回家了呢，还得了？等一下出去，没有人可以伤害你。车子过来撞你也不会怎样，车子会猫下去，你人不会怎样。我说干嘛要这样开？干嘛要这样？忙出去，我家都住在大马路旁边。出去，好，这一台吗？他说对，就是这一台。还会跟你讲话哦，对，就是这一台，没有错，就是这一台。然后我也跟他讲哦，可不可以不要选车子，选摩托车？因为我第一个感觉，摩托车可能撞到还不会很严重啊，对对。如果车子把我压过去，我一次就挂了，对不对？我说我选摩托车可不可以？他说可以。我说好，非常好。就数前面一台摩托车，而且那摩托车还骑得蛮快的。现在年轻人不是都这样子吗？屁股翘翘的这样子。这一台好，就是这一台，是这一台吗？是，好，1、2、3。要继续听下去的，请举手。好，请放下。是你们说要听的呢，不然我不太想讲呢。不然我就1、2、3，我就冲，我真的冲过去呢，真的冲过去，我真的人没怎样，你知道吗？那辆摩托车这样子，那摩托车勒惨呢，你知道吗？为了闪我，他勒惨呢，你知道吗？结果你看，幻听幻觉，不会觉得说这是意外。哇，好厉害哦！撞不到我，你知道多高兴，你知道吗？糟糕，越来越严重，真的是越来越严重，真的。然后开始看到父母亲，你知道，回去的时候，把自己当作真的是好像是满清的那个皇帝一样，讲了。正常的时候，爸母啊，吃饭哦，回来忽然讲一句话，跪，我说跪什么？来啊，跪！真的，整个人真的是精神，真的是已经没有办法像正常人一样，怎么办？后来真的是在戒毒所那边，真的是就像放电影一样哦，还可以荧幕，还可以跟他对话，睡不着，没有办法睡，稍微睡又醒起来，睡又醒起来。后来在旁边那个原住民跟我讲：“你试试看，真的，你试试看，祷告。”我嘛不想叫祷告，我都唔捌听去祷告，我敢会晓安尼，我都不想祷告啊，要怎祷告？后来跟我讲说，你就呼求上帝，请上帝帮助你。人没有多厉害，说人家常常在讲那句话的话，我再次在主人面做认证，人的尽头真的都是神的起头，真的。当你感觉到自己是无能的。当你感觉到自己真的是没有办法去胜任所有世界上的一切的时候，上帝的能力就彰显出来了。你的能力1分，上帝赋予你能力99分，但是看你的取决于你的信心，愿意承认上帝的能力多大，你愿意谦卑自己多少。当我这样就呼喊说，如果真的有一位上帝，求上帝你帮助我，让我的生命重新开始，我这一辈子让你使用。我真的没有什么祷告，我也不会，我就这样子呼求之后，7天真的没有睡觉，忽然眼睛闭起来，弟兄姊妹，什么叫做满足？真的，为什么叫做满足？如果你7天连睡都睡不着，真的是整个幻听幻觉，忽然眼睛闭下去睡着，那个就是满足啦，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人生追求是要追求什么？对对，你莫蛋糕缠我呢吼，你睡不着，那时候才感受那种满足，我觉得那就很可惜。其实我们随手可得、处处感恩的事情太多太多，
可是我们常常就是不去看到感恩的事情，我们常常就是去看到那些我不足的地方。所以常常把一句话成我的座右铭：不要为没有的埋怨啊，要为有的感恩啊。常存着这样的心，生命就过得很喜乐。我眼睛一闭睡着的时候，真的7天都没有办法睡觉。在那边又耍自己，以为自己很厉害。我不会骗你呢，我是一个很固执的人，一直到信耶稣的时候，那种固执才能慢慢被上帝这样子慢慢修剪。我那时候跟旁边的人都睡不着，你知道吗？连上个厕所，你知道吗？我不会骗人家，都平上来的时候自己用爬的，那个离厕所很远哦，差不多从这里到门口办公室那边，真的自己宁愿用爬的，连叫别人都不愿，就是很那种个性就是这样子哈。好，醒起来的时候，哇！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7天没有办法吃东西，你知道吗？刚好那一天怎么那么巧？戒毒所又放了一碗稀饭，白稀饭呢，都没有什么菜呢。我跟你讲，没有菲力牛排呢，没有哎，你知道吗？那一碗稀饭看到，弟兄姊妹，什么叫做满足？肚子很饿的时候，有东西可以吃，你觉得很饱足，那个就是满足啦。弟兄姊妹，人有时候真的追求的是很简单，我们只是把我们的生命复杂化了，真的。后来你知道吗？开始看到的人都是美好的。哇，小强怎么那么帅？杰恩怎么那么漂亮？世家怎么长得那么壮？教会怎么那么漂亮？哇，世界怎么那么美好？我讲真的哦，看到人就跟人讲说，耶稣多好，你知道吗？你要信耶稣，耶稣多好，耶稣真的很好，就莫名其妙，真的很莫名其妙，就是那种感动，就这样子一步一步来。但是呢，一步一步来，人生的信仰当中会不会有起伏？会哦，亲爱的弟兄姊妹。后来我就带一群孩子在台中，原本带成人的时候，你看我那种真的人就是这样甘心乐意。我在戒毒所里面，自己每个月还缴1万块的戒毒所的一个生活费，但是我缴了之后，我其实做了跟同工作都一样，可是那真的一点埋怨都没有，都是很喜乐，只想去做。戒毒所没有水，几乎2天一次呢，我会开车，几乎我恢复的比较快。每天要去提一台货车的水，这样子提回来倒给大家喝，这样子每天就是过得真的很喜乐，看到人真的是高兴，就一直跟人家讲说耶稣真的很好，耶稣真的很好，就是这样的生命。可是呢，慢慢一步一步去，你就会发现说，有很多东西不要去对付了。我那时候甚至还陪一些戒毒的真的是莫名其妙，奇奇怪怪一大堆，尤其戒安非他命的那个真的是太麻烦了。戒他们戒到最后睡在我们都睡中铺嘛，我们就是戒成功要陪那个在戒断过程了。还有那个戒到一半晚上的时候，你会睡到一半说奇怪，干我们那老火有的漏雨不是，结果有人在那上面给他们吐口水，就是你，就是你。我说奇怪，你呢？我说你干嘛？就是你，一直跟我吐口水，说就是我，因为他可能在幻听幻觉。你自己走过那条路，你就觉得说还好啦，还好。也遇到那个另外一个比较严重的，也是一个公务员人员哦。牧师说：“尽力结合你好不？”我说怎么回事？他怪癖，他没有办法跟别人睡，你就跟他睡好不好？我说好，我跟他睡啊，但是他从外面把你锁起来。我说啊，好了，没关系。我说上帝帮助我，那你可以帮助他嘛，对不对？他讲话又很奇怪，装一种声音。你真的要陪我吗？我说对啊。你确信吗？我确信啊。我有个坏习惯哦。我说什么坏习惯？我习惯擦人家的眼睛。我说真的呢，我又被反锁了。我跟他睡在一间呢，我要擦人家眼睛。我说好，我说上帝绝对祝福你。我们先来祷告吧。祷告完毕之后，我开始那整个晚上，他睡这边，我整个晚上的头都转这边，因为我怕他擦我眼睛。我说眼睛都转边，我两个眼睛闭着，不然我睡在他这边，跟他向他把我擦眼睛怎么办？对不对？上帝要我们有聪明智慧啊，对不对？哥罗西书讲的对不对？传福音要有用诸般的智慧嘛，对不对？对了吼，对所以就这样子，一路看一许多个案就成功，慢慢就这样子开始，开始就这样子，
第一个心愿。你看到很巧哦，我跟我一个同时阶段成功的一个弟兄，后来他去做什么？他跟我讲，我们那时候都在青少年，他说他去读一般的教育部承认的一个体系哦，继续去读书。我说我想去读神学院。哦，对，真的那种想信耶稣、想传福音给人家，可是又不知道怎么传哦，真的会很不准，你会得内伤，真的我不会骗你，真的你会得内伤。说我一定我读神学院，神学院一读的时候，哇，开始了不得了了呢！哎，神学院读第一年走路这样子呢。姐，我是神学生，是这样，我是神学生啊。有没有读圣经？有没有常常祷告？我读第一年，你知道吗？哦，不得了哎！你不要骗你呢。哇，结果你看啊，你看服侍就这样子，上帝会不会修剪？要修剪哦。弟兄姊妹，如果像杰恩这样子嘛，哈，这样子，感谢主，哈利路亚！哦，我每次看到他在跳的时候很喜乐呢，你知道吗？然后我们稍微有一点年纪的时候跳起来，我们的尾椎骨都受不了，你知道吗？就没有办法跟你这样跳，但是我们还是尽量跳，知道吗？然后感谢主，我们弟兄，我们举起手来祷告，我们姊妹继续来赞美，感谢主，哈利路亚！事情忽然把你停，举起手了呢。他钢琴还有麦克风，把麦克风拿起来说：“我们教会聚会的模式不喜欢这种模式，请你不要在这种聚会的模式来带我们敬拜。”啊，他唱了，不要弄，弟兄举起手祷告，姊妹继续赞美，不要弄，伊安尼讲不要弄，怎么还有上帝给我智慧？我们低头来祷告，赶快祷告，再赶快钻下去，不然怎么办？开始修剪，还有遇到很多事情就是修剪。以前看到人稍微不高兴的时候，我举个例子来讲，我年轻的时候，年轻人不要年轻气盛。尤其很多长辈都跟我们讲说，你们交朋友要看朋友啦。我跟你讲，你们不要交一些不好的朋友。可是有时候真的没办法啊！我跟你们讲就有办法，为什么？你听听看。我以前就喜欢跟一群年轻人这样子。以前没有网咖，以前叫做电动玩具场。知道电动玩具场的请举手。电动玩具你拢知啊？电动玩具场呢？这应该是40岁以上去的人才知啊，你哪会知？就奇怪诶。以前那个电动玩具，以前没有网咖，一群人在那边，人家骑摩托车过去了，那你就会觉得很了不起。看他操，骑摩托车人过来就会看到，不能看他操。跟你讲，事情就来了，常常惹事情就是这样惹事情来的。不能怕叉，就怕叉了。我说，在我的地盘呢，开玩笑，我3个人骑2台摩托车，对，我跟他讲说，开什么玩笑？旁边刚好有一台脚踏车，我就把那个跨叉叉丢下过去的时候，开始打的时候，我一个人被10几个人打得半死。为什么知道吗？我旁边那2个人，你知道吗？我们3个人骑2台摩托车嘛，对。后来呢，他们2个人把我连我的摩托都骑走，剩下我一个人在那边被打得半死，真的就是这样子后来呢，开始一步一步，上帝会不会修剪？会修剪，修剪到怎样子？我讲的这个都是真实的见证哦，看你愿不愿意。我也曾经，你看读神学院，后来服侍的时候，也曾经遇到这种的我开车莫名其妙开车微笑，要保持微笑，保持微笑。我说我们开车微笑嘛，对不对？前面那台车子怎么奇怪，莫名其妙，当然只能骂我3字经，还开窗户骂我3字经，奇怪，我们也没有烧车，我们没有把它按喇叭，忽然把我骂3字经，就是这样修剪过程当中，你就觉得说，我们要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看生命就这样子慢慢去学习，慢慢去学习。我要举个例子说，有时候我们信了耶稣，整个过程当中有许多了，上帝会把我们修剪。我们服侍过程当中，我们会看到一些说，我希望看到了，你不希望看到了，那你要跟着我一样，要跟我看的一样，那才对。如果你看的跟我看的不一样，你又要叫我看的跟你看的一样，那我告诉你，我就不高兴。糟糕了，彼此之间就会有一些纷争，彼此之间就会有一些摩擦。那这个圣愿求主耶稣基督帮助我在这里讲，不是讲说好像我当然讲好像自己生命很伟大，我只是把我自己的曾经的过程当中拿来跟弟兄姊妹一起来分享。其实生命当中很多，我就这样子一路上走过来，有太多的见证。好，在讲下去的时候，我要开始讲一些
真的比较服侍的一些见证哦，弟兄姊妹，我服侍的过程当中，刚开始的时候真的很苦，苦到真的是多苦，苦到什么最苦？我跟你讲，那时候服侍过程当中可能经济也不是很好啊，那时候又刚少人家又刚开始就成立啊，还要缴车子一些钱，又跑去读神学院啊，跟我太太2个，我太太现在在楼上真的是，我太太很漂亮，你知道吗？现在弟兄在公共场合要跟自己老婆尤其老婆在的时候，跟大家讲说自己老婆很漂亮，我不会骗，这是原则小强学起来，知道吗？晚上回去就不会受苦。好，知道好，就不会征战我不要开玩笑好，那在整个过程当中，那时候真的常常就跪着祷告。那我讲一个最真实的见证有时候服侍到最后的时候，你就会去发觉说，上帝的存在。有时候我们常常都会服侍过程当中，有时候我们的信仰我个人的比较主观的个人信仰是有时候会起伏，但是起伏有时候我们要达到那个。耶稣在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完全如我天父一样完全那样，可是会有起伏。那时候我曾经有一次真的是没有办法缴钱，神学生后来真的开始认识神的时候，最痛苦的是什么东西？11奉献，没有奉献最痛苦，真的是没有办法奉献。一奉献的时候，要回去跟父母亲拿钱吗？我来做这个工作，刚开始父母亲觉得说，为什么要去做这种工作？我就觉得说。上帝的感动，我要做。结果有一次，我们真的那时候真的薪水拿到，一拿到的时候，用信封袋先放进去。一放进去的时候，真的没有办法，1个月没有奉献，很痛苦。那个月2个月放进去，一跪下来祷告的时候，楼下马上按门铃，张传道，什么事有人要奉献，我说有人要奉献，很少这种情形啊。然后我去拿奉献收据，说没有要奉献给你们夫妻。我是谁？我说那个人就不讲我说是这样子好吗？正常人真的，我那时候真的到现在还是一样好吗？这样好吗？你就收下来，上帝预备了，你知道吗？一上去楼上，你知道吗？那么巧到2个月11奉献放进去，你看奉献就进来，上来打开奉献给我们的金钱，刚我们2个月就多100块的钱。真的是有时候上帝，你会看到上帝的手，你会觉得说哇，真的是，你会非常感动，非常感动。常常这种事情，还有一些别人奉献给我们，结果我们奉献出去，后面那笔钱又回来，那种这例子真的很多，真的我就觉得很感动我在这里分享了有一些生命的一些经验生命见证希望说大家彼此能有一些彼此鼓励啦，希望说在这里真的拉拉杂杂讲的不是很深的一些圣经的一个解经啦希望说大家彼此有一些鼓励尤其在服侍的过程当中，真的不要气馁。服侍的过程当中，我就觉得说绝对都会我到现在我不会骗你，我以前在社会上在混的过程我最喜欢用就是那种尔虞我诈。今天我奸你一下，诈你一下，明天怎样子？人跟人之间真的相处上间，一直到信耶稣了，我发现一件很简单的事情，我就用真诚，用那一份的热忱去跟人家相处，很喜乐，真的很单纯。弟兄姊妹可以试试看，真的很单纯，很喜乐。而且你每天你会觉得说，哇，有种莫名喜乐。你看到了，你会跟人家莫名的跟人家讲说，信耶稣真的很好，请跟隔壁讲一下说，信耶稣的很好不好？看你的热忱，就看这一次了。这样子好，一个时间跟大家来做一个见证跟大家来分享希望说大家真的在以后真的彼此之间彼此带导，彼此扶持有一点时间来跟大家来分享希望大家能领受一些的祝福，好不好？那我们今天我们就来这样，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好不好？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主耶稣，我们看到教会弟兄姊妹真的是很优秀。主耶稣，我们也看到我们的弟兄姊妹真的在主的面前，尤其我们在这里聚集，每一次的聚会当中还有被你所感动了，还有我们带领孩子，我们被你所感动的。主耶稣，我们深深的知道，主这里有上帝的同在，这里有圣灵你的同在。主耶稣，谢谢你，感谢你把我们的生命从那水深之处把那一些
隐藏的黑暗的权势当中，把我们带入到耶稣基督你的荣光里。主，我们感谢你。主耶稣，我们在这里，我们要向你祈求，来祝福我们的弟兄姊妹，让我们更有你的力量啊！让我们真的在这我们生命当中为你来做见证。主耶稣，我求你亲自为我们弟兄姊妹来祝福，你属天来的力量，从天而来的那种祝福，大大的倾倒于我们弟兄姊妹身心灵，让我们的生命当中奔跑天路当中，更加的彼此扶持，彼此成为个人的一个扶持的一个担当。求主耶稣，你恩待我们，祝福我们啊！我们在这里的感恩祷告，求你亲自来悦纳，来垂听。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